当时用岩这样的一个素材。举世闻名的圆明园12兽首在台湾出现迷你复刻版，还是用可以吃的盐巴雕塑出来的。所以岩雕在盐的这个材质本身至少要10几道工序才能搞得定它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一鬼硬的毛需要1整天吗？是，需要2个礼拜。哦，真的不止1整天，2个礼拜。是的。盐巴遇水汽就会溶损，光包覆隔绝空气就要6道防护。这是雕塑家罗广维和台盐合作开发出的独家技术。其实做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是相当高兴，因为当时已经做出来了嘛。可是第2天我们看到的时候，它是表面整个都是水。盐是我目前来讲碰到的所有的材质里面最难搞的一个材质。让盐呈现晶莹圆润的美，翠玉白菜让岩雕艺术打响名号，也是罗广维尝试各种媒材创作的另一突破。解构创作，细腻呈现生活当下的摄受。大自然的这种概念给我了很大的一种强烈的这种感觉，所以我就把这个云雾跟火焰山子这种块面融合在我现今的作品里面。用创新心态看各种素材，罗广维的炭雕作品同样深受好评，细腻的情感从一张张草稿中显露无遗。我喜欢研究新的材质，它可以透过多样的这种材质去呈现我的作品。所以当看到有黑色的这个炭，那后来我就研发了这个新的这个我们用盐来做的这个岩雕，它是白的，它好像就是我们道家所讲的一阴一阳这样的一个很微妙的一种变化。素材遍及了陶塑、石塑造、铜雕、炭雕和岩雕。罗广维其实以开创和突破，真正落实了他自己所说的艺术就是在创造和发现一种新的可能性。我的鬼宁的毛，唔知；我的鬼宁的毛，唔知。